有一句话讲安那，礼拜坐头前，领受恩典上完整，坐伫中拜位，恩典斗阵来做伙。啊，你检查看觅，咱有坐迄个中间位无？中拜位无？礼拜坐头前嘛，吼、啊，迄、个领受恩典上完整。阿妹。吼、坐头前啊，领受恩典上完整吼。啊，讲坐伫中拜位，中啊对中坐开始，安尼又较袂影响到咱礼拜整个迄个天数啦吼。啊，不然做礼拜的时候，你若坐咧边啊吼，啊万教的兄弟安那，就伫遐客来客去啊，吼。诶，新的年度开始，咱互相来祝福吼。啊，恩典斗阵来做伙吼。啊来，检查一下咱的手机啊来。诶，我先来检查一下。嘿，嘿。甲关机，吼，关机哈，关机吼，或者是甲关伫迄个啊，啊啦，震动，好震动，哈，嘛袂使安尼灯，若要影响到渐渐落甲咱讲道的时阵，灯啊灯一下，吼，系，好，好，咱准备咱的时间要到啊，吼。好，而家弟兄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包括咱线上的兄弟姊妹吼，咱有缘感千安吼，毋望咱会通同心新的头一年新一年头一个礼拜，咱就到咱的中间来做礼拜，敬拜上帝，这是何等的福气，阿门。咱首先咱来学罗上帝，咱来唱一首歌我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来。我愿意都来到主面前，专心专意追求你，放下主专叫我心情，我热泪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忧伤变成快乐。当我祈祷，当我祈祷。你主爱像秋来无情，因着我不偏离。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来勇气。安慰我夫妻，使忧伤变成欢喜。我来这边，我祈祷的时，我切切恳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所开来勇气，安慰我夫妻。所忧伤变成欢喜，
下面咱要来做感恩甲悔改认罪的祈祷。咱先来读一个圣经来。就感谢万主的主，伊的慈爱永远存续。只有伊做奇妙大事，伊的慈爱永远存续。伊用智慧创造天，伊的慈爱永远存续。搁一节来，上主啊，你若为记得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跳会跳？总是你为赦免人，互人通敬畏你。咱来感谢咱俄罗上帝吼，伫年头甲年尾因带咱来俄罗咱的上帝伊是行信者基督，如果用智慧、公义来创造天地上次咱嘛爱伫上帝面前，咱来认咱的罪感谢上帝，赦免咱的罪。过去旧的一年拢过去啊，新的一年毋望咱会通遵照上帝真理的话来教示，好无？咱做开声来感谢上帝，伊会来认咱的罪。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因为你恩典教育，临到阮，你的主爱无离开阮，毋是阮所行，你是创造万物的上帝。主，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阮动作往合你，愿你将做阮的救主，将做阮的帮助。阮来到你的面前，来真的做，求你赦免阮的罪。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你精算阮，将做你家里的恩典，阮亲像献出阮的感谢无数，满心感谢俄罗斯，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啊，阮感谢你，你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主啊，只有你会通最奇妙的大事。主啊，只有你会通用智慧来创造天。主，阮感谢你，你的听无离开阮。阮看见世间万物拢伫咧改变。总是只有你，互阮来听，永远无改变。感谢你恩典教的原谅，对年头到年尾，即马新的年要开始的时，阮永远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你讲，你的慈爱永远无离开阮。主啊，总是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阮永远要认阮的罪。主，感谢你赦免阮的罪，互阮通过你的保护。洗清阮的污秽，主，阮感谢你，无看轻阮，无了做阮不义，总是主，你甲阮讲，你永远要听阮，只要阮来认阮家己的罪，你就要赦免阮。主，新的一年，阮要过来衷心来伫你的面前来立志，阮要成做一个新个活的人，互阮兄弟姊妹，同心一意来敬拜俄罗你，就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感谢耶稣，哈利路亚，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下面有缘要来做异地讨房的祈祷，上帝是无恶正的事，只要咱用咱的信心来祈祷。无论咱身躯任何病痛，上帝拢要来医治，要得到好办，来，咱先来读一个圣经再来。上主是伊子民的快乐，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求你解救你的子民，赐福和做你产业的子民。求你做因的牧者，永远扶持因。咱的心灵会通得到上帝医治总是咱会通邀请耶稣成做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灵、思想、情感、意志，咱身体的主将咱在一寡挂虑拢交托给上帝咱会通欢手伫咱所需要的部位会通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上帝要透过咱的信心
来医治咱的病痛，好不好？咱做伙哈，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你是万能的主，你是阮思想的主，你是阮情感的主，你是阮医治身体的主。我们要将阮一切挂入拢交代给上帝。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医治心灵。会通来健全阮身体的主，会通用你的听来听遐的上海过去的人，哈利路亚。用阮的信心来恳求你，你要听阮的祈祷。特别上帝，你甲阮讲，出对阮信心的祈祷。阮的病痛就要得到医治，主啊！伫你无恶情的事，主你若是肯的时阵，阮就所求的，你拢要互阮得到。相信你的应允，要超过阮所想所求的。主啊！你甲阮讲，阮凡事祈祷，凡事感谢，凡事恳求，凡事交托。主啊！当阮要将阮兄弟姊妹的身躯的病痛，无论阮拄到任何的事，主啊，阮拢一一要交托你主。主求你将因逐人拢抱伫你的身躯。主啊，你甲因三角地地，主你要甲因讲，拢唔免惊，因为上帝你要帮助每一个人。主啊，相信你也要互因新的年开始的时阵。充满着信心，充满着主你跟同在这种的平安甲喜乐。哈利路亚！感谢耶稣，你听我每一个人，我每一个病痛，主求你来医治。阮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所讲，咱要为着主日守望来祈祷哈。来，咱依原来读这圣经再来。无信就袂通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有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互伊找到伊的人得到报赏。今仔咱是新春的第一个礼拜吼，咱为着咱今仔日为咱讲道的站长老甲咱服侍在中集同工，咱做伙来祈祷吼。参与每一种的服侍，咱为因来祈祷吼，求上帝赏赐属天的能力权柄和服侍这同工真正会通应跟上帝，互人得到利益。来，咱来看下面的代祷吼，来，咱要为着咱屏幕来祈祷吼，求主掌权甲咱教会在要屏幕在流程会通顺利来完成。新的主任牧师会通早日。到伫咱中间，继续来带领咱的教会向前行吼。第二咱为着这春节的期间，侪人要倒转去这返乡吼、外出啦吼，为着这亲朋好友互相伫遐来探访，拢有主的听甲平安这中间。第三项，咱小等，咱先为着这两项，咱做开嘴来祈祷，好不好？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阮的主，阮学努力，你是阮的大牧者。耶稣，我感谢你。教会目前需要一个，会通带领阮的牧者，主啊，恳求你，照你的心意来为阮来预备适合阮的牧者，来带领，主你的灵。心中来带领阮的教会。亲爱的主上帝，主，阮感谢你，你所设立的迦南教会，需要牧者来到阮的中间。主，阮知你是教会头，也是教会的身躯。阮众人要真做你的同工，特别上帝迦南教会需要向前行。新的年度，阮需要有新的意向。主，阮感谢你，伫阮的中间陪伴，
一位陈德志牧师要来到阮的中间，阮小会也已经接纳。主，阮感谢你，最后的一里路，我毋望阮所有的会友学心同工，同心一意来祈祷。阮恳求上帝来成这个事，互新的主任牧师会通赶紧来到阮的中间，互教会无拍远，继续同工向前跑走，广传福音，将福音的种子传到需要的每一个阮社区朋友也未信主的中间。主，阮将这个事做交托，也毋望继续要行这个流程程序，让一切来得到顺序。以马内利的上帝，求你亲自来掌管。特别上帝，我也要为着新春这个年，阮兄弟姊妹出入拢得到上帝你的祝福满满，互阮所做的事一尽拢得到亨通。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咱依愿要为着成人牧区来祈祷。咱的成人的牧区伫咱教会占的人数不止多哦，差不多2/3的会友拢是成人牧区吼。成人牧区咱需要一位主任牧师来到咱的中间，透过甲这个长老做伙同心来引带吼。所以咱为着成人牧区吼，求上帝会当兴起咱每一个区每一个组长吼，首先互因有够个气力来牧养这组员吼，来带领小组。和每一区的小组长小组拢会通兴旺来加倍来成长。求上帝嘛，首先和成人牧区的兄弟姊妹有在刻慕真理的心照着教会在读经的进度，每天来读圣经祈祷，来认捌上帝的话愿意活出耶稣基督将生命起做。伫这个石盘的顶面，咱嘛求上帝兴起更较多兄弟姊妹会通照做同工，会通来建立彼此关心甲扶持，互相来配搭整个团队来领受上帝的同在甲合一，来咱做为着成人牧区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现在做。牧区需要你的因素来保守，主求你帮衬，来做做兄弟姊妹，投入这成人牧区的里面，互阮每一个人会通得到好的牧养，通来领受上帝的救恩，领受这种你的天，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主上帝，阮要为着阮教会成人牧区来祈祷，求你帮助每一位区长、甲小组长、甲所有每一个组员拢平平来得到真好的牧养。主啊，你想使因大人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毋茫透过阮成人牧区这牧养这工作呢，会通互每一个组员愿意伫遐同心来祈求上帝的话。团队整个会当向前来跑走，会通陪人数更加增长，会通来荣耀上帝主你的名，互大人充满着信心，会通透过祈祷、读圣经来亲近上帝。主啊，新的年度开始，求你甲成人牧区真正来同在，互阮成人牧区会通所运作的每一项事工，拢会通用心益人。会通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组员的生活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咱最后要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对你亲像伫天年。阮的日时今仔日互我，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辜阮的人，无你错案入去。
就求阮看你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我会当知影要把你所想事，我每一个人伫内当今，怎互会当好好的听上帝，会当听人。新的一年，我的确有新的挑战，总是你应允甲阮讲，你的问题教导阮内容。因为上帝，我感谢你，在新春万变万面换新的时，恳求主，你向阮，互阮有换新的心情，因为你是做新事的上帝。你也改变阮过心，互阮会当倚靠你，有好的方向，后指头开路，当你为阮每一样所在表来转前头走。互我的今仔日你所祈祷的，会当把握伫耶稣基督内恩典，互阮今年会当过着搁较有意义、搁较丰盛、搁较有价值，会当活出耶稣基督你的模样。天父爱上帝，我感谢你，互阮新的一年带着信心的开展，对你的话语记着应允，也记着讨办。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讲心灵善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一款人的。也甲我讲，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伊安慰。伊讲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弟兄弟，你讲要无嘴巴的人听无上帝你的旨意，会当实行的人也是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伊记着百姓。主啊，帮助阮诚做一个高怜悯人的上帝，因为上帝你要互阮怜悯。我诚做一个心灵清气的人，因为你要互阮敬着上帝你家己。迄个上帝，阮祈求你，互阮会当诚做一个互人好命的人，因为你要互阮诚做你的真正的囝儿。特别阮若要来实践上帝你的旨意，在第二章，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诚做你天国的主人，对即时到永远。帮助阮新的一年，诚侪真正靠着耶稣基督有福气的人，分享得救的见证，互阮周围的人会当听见福音，互福音来广传，互你的国会当领导。献上阮的感谢，求主你怜悯，帮助阮逐工行伫与阮所必办的道路内面，荣光上帝你的圣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主领领，了关基督。请坐。这时，咱们三个来启应。启应文是用旧信息第38篇，叫做《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说书会讲人甲天使应语。因啊，我就诚无遐会当去台内办。我说书做先知。拢总会学了，甲拢总会知识。我说书有招庇的信，到夜来移山。若无仁爱，我就无算做是啥物。我说书尽所有的来真济，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若无仁爱，就我无得到利益。忍耐是够宽容慈悲。仁爱是无怨妒，仁爱无夸口，无偏颇，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记对人的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交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忍耐永远无去。若是知识的会无，遐的言语必说，财物会无。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完全的拿到，无完全的就废无。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已经成人，就废无囡仔的事。
因为咱搭对镜咧看，无无明。若是到迄时，就长头对面。我当所在无完全，到迄时就知，亲像我互主知一样。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三项。其中第一大的是仁爱。这时，咱要请张义文姊妹来献诗。伊所要献的诗是巴哈第2号无伴奏的作曲。咱知影巴哈是一位非常敬畏上帝的音乐家，愿音乐献做芳芳的祭。哦，咱的炮声若要拍炮，就归予上帝哈，哈利路亚。这时，咱们三个来共读圣经。咱今日所要读的圣经是《雅各书》第2章第14节到18节的所在。第2章第14节，兄弟姊妹，若有人讲伊有信，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有啥路用？迄款的信，敢会救伊？恁中间若有兄弟也是姊妹，无衫通穿，
3顿无通食。恁敢对因讲，祝恁平安，着穿好烧，食好饱。毋过无供给因肉体所需要的物有啥路用？所以只有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毋过有人要讲，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你互我看无行为的信心，我就用行为互你看我的信心。以上即时，咱要请赞助长老来为咱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对听道到传道，对听道到传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新年恭喜！咱三甲先来祈祷。主必里面听从阮的爸上帝，愿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新的一年，你要诚做阮的帮赞，伫阮所要做的事，恳求主你，互阮拢有智慧，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上。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会当诚做用神益人的人。愿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头仔所读的圣经节，对我来讲是真大的一个体验，因为我伫还未退休进前，可能大家拢叫我猫咪总经理，但是若咧教会内底，大家拢叫我占长老。但是真正呢，无拍算的是，伫民国100年，就是我退休的迄年，我竟然行入游泳证。当然是安怎会行水迄个去？真侪人可能想袂到，讲啊，占长老你毋是拢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欢喜，是安怎会忧郁？人就是安尼，当你拄着困难，也是身体无好的时，你对家己失去信心。所以，当你失去信心的时，你什么代志拢毋敢做。我会记得伫迄年，我开始伫忧郁的时，有一遍，柯新凯牧师甲我讲：“占长老，啊，阮今日下晡有一个活动，请你来甲我主持这个会议。”我甲伊讲：“毋好，毋好，毋好。”我想当时柯牧师可能会想讲：“啊，你是安怎看我无效？是安怎我叫你甲我帮忙，你若讲毋好？”伊毋知影我迄阵已经失去信心。咱人若无信心，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所以我今仔日嘛要用这个时间甲大家分享。其实我伫2011年进前，我定定讲我足有信心的，因为我上班对一个办事员，搁做甲总经理，大家拢感觉你足敖的。无拍算，伫迄民国99年12月破病了后。开始，啥物代志拢毋敢做，无面见人。所以迄阵教会若有啥物代志，我拢讲莫找我。我还记得伫2011年，就是民国100年，我查某囝结婚迄年，我惊甲毋敢徛喺台仔顶讲话，但是无讲阁袂使。徛伫台仔顶的时，我毋知影我咧讲啥。规个头壳拢空的。民国100年，迄年我拄好是伫教会长老4年轮休1年，但是到迄年年底要选长老的时，我去找在场的陈牧师，我甲陈牧师讲，我身体无好，我无爱选，我无爱互人选。当时。牧师在场吼，牧师甲我讲：“你哪会使无互选？”但是我尾也互人选的原因，是因为牧师甲我讲一句话：“你出来选也无一定选得着。”无拍算，我原来互伊选着。但是选着了后，我其实心内非常的惊讶，我是要安怎去传福音？迄阵咱伫迄。第2年就是民国101年2月初5，咱嘉庚福音中心成立，大家真正的欢喜。我心肝是想讲，哪会无代无志叫我来遮？我啥拢毋敢做。
不过回想起来，已经12冬。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嘛是，这12冬对我来讲，我对为忧郁症有法度行出来，拢是靠上帝的恩典。我嘛甲大家分享，这段期间，因为你是长老，你袂使无去教会，所以伫迄几年中间，我所有的同事、我所有的同学、我的亲戚朋友，我拢无爱甲伊见面，因为我敢若甲伊见面的时，我真惊因来甲我讲：哦，你做甲总经理，你足敖的。我即摆啥拢毋是，所以我迄几年中间，除了教会，我啥物所在拢毋敢去。啊，是安怎敢去教会？因为你无去袂使。所以我嘛爱感谢陈牧师，你逼我去迄个所在。我伫遐才体验着讲，上帝伫咱的身上，虽然迄几年中间我嘛是惊到要死，但是后来伫2018年，虽然即中间内底我定定甲上帝讲，上帝啊，你著救我，上帝你著救我。忧郁症的人有一个现象，就是定定拢想要来死。但是圣经甲咱讲，生命是上帝所赐的，你袂使甲伊结束。而且伫迄段期间，教会依然有足侪代志。咱知影啦，一间较大间的教会内底，可能你会使这代志莫做，有别人会去做。但是去到加根教会人较少，啥物话拢爱做。阮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坐牛踏无本。去迄个所在，你啥都爱踏。所以嘛，确实迄个所在，互我真正体会讲，上帝伫咱的身上，伊要互你学习的是啥物？当然，伫迄段期间，我未免有当时嘛会想讲，我要来自杀，我想要来自杀。但是我听到阮太太咧替我祈祷，我毋敢自杀。我嘛会想到讲，我若自杀的时，我的太太要安怎？我的囡仔要安怎？我的妈妈要安怎？阮兄弟四兄弟轮流一礼拜去阮妈妈遐。我印象上深，互我下决心讲，我毋敢去讲自杀的代志，就是因为有一遍我得到阮妈妈食饱饭的时，妈妈咧看电视。当然，迄几年我拢陪阮妈妈看连续剧吼，韩剧，所以韩剧看足济。大长今看7届。但是有迄天拄仔食饭煞，妈妈嘛咧看电视，我坐伊的边仔，我心肝咧想讲，我来死咧煞。无拍算，阮妈妈竟然伫电视咧广告的时，挖头甲我讲一句话：正如我甲你讲哦，你袂使比我较早死。妈妈也伫咧，你袂使比我较早死。所以我望我即世人会当比妈妈较慢死。不过，我伫遮要甲大家分享的嘛是，我伫教会遐尼久，自细汉小学的时，我就伫南坎教会读主日学，有听到主耶稣的救恩，知，但是知敢若咧知，屎一只拢真大只。但是我伫即段中间，包括对教会内底真侪事，后来受洗选执事长老，好亲像当我拄到这个问题的时，我竟然啥拢袂记咧。我伫最近，因为德南教会邀请我去讲道，所以自早我就咧准备。结果伫进前，我伫电视看到，毋是电视，咱的手机啊，吼，迄个网络顶头看到老三公告迄个主持人刘晓婷牧师，伊伫美国的所在，伫遐讲道的时，伊伫讲道伫台下顶问：各位兄弟，恁信主偌久啊？有人知影你是基督徒无？然后伊讲一个故事，伊讲上帝有一天叫虎起来，甲这个虎交代：你去世间了后，你看到人，你做你甲食无要紧，但是你若看到牧师，你都毋通食。但是这虎去迄个所在，嘛是看到牧师照食。上帝真正无欢喜，甲虎叫转来。我交代你个代志，你是安怎拢无照做，牧师你也敢食？这虎甲上帝讲：上帝啊，
啊，我都一直食，一直食到尾啊，剩迄支喙，我才知影伊是牧师啊。表示啥？出一句有做无会晓讲，袂晓做。当然，这个故事后来我伫参加马街病院前一任老院长过身，个别礼拜的时，我拄着18届的长，马街的董事长就是花莲北部教会的吴志强牧师，伊甲我真好，所以迄天中昼，我甲伊三日甲食饭的时，我咧甲分享这个故事。吴牧师甲我讲：占天佬，我听的故事甲你无共哦。因为我嘛是牧师啊，伊讲我听的故事是上帝甲狮叫起来，即摆狮搁较大只，甲狮叫来，狮啊！我甲你讲，你去世间了后，什么人拢会使食，但是基督徒你毋通食。结果伊去到世间了后，嘛是所有的人拢食，基督徒嘛食。然后上帝安怎真正无欢喜，甲叫起来。师啊，我毋是叫你讲，你都毋通食基督徒，是安怎你来食基督徒？师安怎讲？我去世间了后，所看的人拢共款，迄基督徒都分袂出来，我分袂出来，倒一个是基督徒啊？那安尼，请问各位兄弟，你是毋是基督徒？咱是基督徒，当咱是基督徒的时，人看会出来无？今仔日这个经节内底，虽然讲是讲你平平安安去，互你穿的少，食的饱，但是咱伫世间顶头讲一个实在，咱敢有遐济钱去帮助遐济人？但是至少咱有咱的行为会当帮助做一人。好亲像我咧讲，我咧忧郁的时，我无需要人摕钱互我需要的是人爱我、爱听我。咱伫世间徛起，咱敢正是咱所知影的道理遐尼济。所以我头仔讲，我自细汉我就伫教会，咱拢讲去教会创啥？听道理，敢毋是？咱拢有去听道理，听了后知无？知道理。但是第三项讲，你爱创啥？爱做道理啊，照安尼去做啊。但是咱往往做袂到。所以咱伫讲做袂到的时，我拢定逐年若新春礼拜的时，阮太太拢会甲我讲：啊，较早单独用牧师伫咧的时吼，只要新春礼拜拢甲伊讲，拢会甲会友讲：恁毋通去跋筊，毋通，还会记得无？咱拢毋通去跋筊，毋通啉酒醉。咱拢会记咧单独牧师。当然，我无跋筊，加在。不过，伫遮要甲咱讲的，就是讲，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咧讲做道理，有当时啊讲做真困难，但是毋通做的时会困难无？好亲像毋通做嘛是真正的困难，敢毋是？所以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就是我伫即几年中间，当我对2018年。上帝恩典，互我对忧郁症来咧行出来的时，我拢一直想，我要创啥？我会当做什么代志？我伫台中正区教会的时，先知甲我讲，你会晓写文章，你会当写册，你嘛会使继续写，你会使去传福音，你将你的经验甲大家分享。所以对2018年4月19，我开始写文章，逐工写。一天写一篇，但是写一篇的是上后壁一定爱写圣经节。所以这几年来，我的同学，不管小学还是大学的同学，看到我拢会讲：长老，我即摆逐工拢有读圣经哦。敢真是有读圣经？伊是读我的文章上后壁有圣经节，但是我嘛要甲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做兵抽签抽到东引，大家知影金门马祖以外，比金门马祖搁较嗨的，就是去东引。我抽到签转来，甲我的妈妈讲：妈妈，我抽签抽到东引呢。我妈妈讲：东引伫倒？我讲：啊，东引就伫马祖的北边啊。啊，你哪会抽对遐去？你哪会抽对遐去？我讲：我嘛毋知。所以，阮妈妈
摕一本圣经互我。啊，你既然去遐吼，圣经早去，逐工爱读圣经哦。妈妈有交代，逐工爱读圣经。我伫遐14个月，我逐工读圣经，但是我圣经拢无掀开。是安怎？因为我圣经放伫我的办公桌啊顶头，我逐工来上班的时就看迄两字圣经。所以读圣经有简单无？足简单的两字尔。各位兄弟，恁有读圣经无？有哦，但是拢无掀开，嘛无照做。那安尼讲话做是知影，那安尼重点咱是应该知要安怎做，要安怎做。我伫遮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讲，虽然有5个讲听道理、知道理、做道理，然后才会当得到道理，道理甲咱教遐个平安甲喜乐才会当得到。然后你才有法度去传福音。所以我头仔讲，老三伊咧讲好食牧师，胡志强牧师讲屎食基督徒。那安尼，咱是安怎好甲屎都要甲咱食？因为咱无基督徒的香味。马太福音5章14节嘛安尼讲，恁是世上的光，咱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人咧看咱的时，咱是安怎的人？无定着咱毋是真正的好嘢哦，我随时会当摕钱去帮助人，但是咱会当做什么代志？但对方牧师讲，恁毋通去跋筊。我今仔要甲你讲5项毋通。头一个，毋通袂记咧上帝的恩典，毋通袂记咧主耶稣十字架顶头的恩典。我会记得我伫富邦产物咧上班的时，我对国泰信托去到富邦，去遐做副理大型经理的时，因为是大型经理，所以爱参加经理的训练班。我印象真深是迄边，因为我是副理，所以名单内底无我。但是蔡明中看到名单无我的时，讲啊，伊是大型经理，你是安怎来无叫伊来？所以就叫我进去上课。原来大型经理的意思就是你领副理的薪水，爱做经理的代志。我嘛是安尼开始伫迄个所在，但是迄天头一节课就是蔡万才来甲阮分享，来甲阮勉励。伊头一句话就讲：恁知影我有偌济财产？啊，这恁来知影我有偌济财产？我相信恁拢毋知，但是我要甲你讲，我财产足济，因为上帝所收赐的我拢有，所看会到的光景拢我的。八地迄个巴德皮堂公园嘛我的，因为我去遐随时去拢会使去，敢毋是？所以伫咱生活中间，我会感觉这几年我非常的富足是安怎？因为101大楼嘛我的，只要看会到就是我的，因为咱会当享受。所以讲钱一方面我拢感觉无啥物，但是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会当做啥物？头拄仔讲说。不要忘恩。我咧讲，蔡万才先生，伊是经营一家公司，伊竟然甲阮讲财产遮尔济，但是重点是我既然有遮济财产，我是安怎就开公司？我开公司是为了恁开的，所以公司经营好歹是恁遮经理的代志，毋是我的代志。所以我感受真深。不过伊后壁甲阮讲一句话：恁只要伫公司上班，恁爱谢3恩。感谢3个恩典，头一个感谢天地恩，因为有天有地，你才会当伫这个所在徛起。因为有土地、有日光、有雨水，所以你有当种作，有当种作，你就有物件通食。你只要有物件通食，你就会当活着。所以你爱感谢天地恩。第二，你是安怎会当来到这个世间？是靠你的父母甲你生、甲你养，所以。你爱感谢第二个就是父母恩。第三，你伫公司上班，公司逐个月付薪水予你，所以你爱感谢公司，所以这叫做谢3恩。那安尼，咱伫咱教会内底，咱诚侪基督徒，你爱感谢啥？
好亲像咱爱感谢的真济啊，毋是干那谢天谢地尔，谢爸母啊，谢你的兄弟姊妹，感谢你一粒身躯边，甲你三脚斗阵遮的人。甚至咱伫人的生活中间，咱想讲要成做一个真正的成功的人，爱靠什么？我会记得香港上好个即个李嘉诚先生，伊捌讲过，咱一个人若要成功，爱靠高人指点，真牛的人甲你指点，贵人相助。第三是小人监督，你看连小人你嘛爱甲感谢。第三就是家人。厝内人的支持，上尾一个是本人的努力，所以所有的人你拢爱感谢，包括你看小人，你嘛爱感谢伊。所以我会当行过忧郁症，是因为我心内所怨恨迄两个人，我去甲因恢复和谐的关系。当时罗荣斌牧师就是台北李春生纪念教会的牧师，伊甲我讲：你若要顶头生。你先去甲迄两个你上怨恨迄个人会失礼。我当时真正是感觉我是要安怎去？我敢有迄个面去？何况人敢要见你？但是后来我转来厝内时，我变落迄圣经马太福音5章23、24节，内底讲：当你摕祭物要来敬拜我的时，若伫路想起你甲你的兄弟无和睦的时，你爱甲祭物放落。去甲你的兄弟和睦了后，才转来服侍我。所以我当时随敲电话去，我嘛真是去甲因，我毋敢讲我要甲你道歉，我敢若讲我要甲你讲谢谢，这较好叫。所以伫迄个机关了后，我才知咱毋通袂记你，任何人所拄到的人，拢是咱的恩情人。就算伊，互你感觉真正的艰苦，所以我体会一点：当咱人伫顺境的时，咱会当得到你所要爱的物件；但是当你咧逆境的时，你去学习到你避险的。嘛，因为安尼，所以我会当行出我的忧郁。所以头一个就是毋通袂记你上帝的恩典、人的恩典、父母的恩典，你甲你直接所有的人。第二项就是毋通骄傲。我是安怎会行入去忧郁，就是因为我感觉我足敖的，足敖的是安怎甲我变安尼？是安怎拢也恁甲我害的，就是迄两个人甲我害的，害我即摆要落魄。所以我后来我学习就是毋通阁骄傲。最主要就是咱每一个人。咱拢有上帝的形象，既然咱人拢有上帝的形象，咱就看到任何人，咱都爱尊重伊，因为伊甲你同款。咱全世界目前已经有超过80亿个人口，你敢捌看到任何人甲你同款？我定定讲一个例，伫美国一拍卖市场顶头，有一天。要拍卖两张美国头一期，美国建立了后头一期的邮票，剩2张。这2张邮票摕出来拍卖。当咧拍卖的时，有一个生意人，伊用100万美金买这2张的邮票。当伊摕100万去。摕到这2张邮票的时，伊甲其中1张的邮票放在桌仔顶，另外1张摕在手的，对落地啊摕一个赖打，啪嚓烧掉。边仔的人讲啊，迄1张50万美金，你甲烧掉。但是这个生意人拢无做问着，烧好了后摕另外1张起来，讲即摆这张是全世界唯一的1张的邮票。我摕出来拍卖，全世界干那剩这张尔，所以拍卖的结果200万美金，另外一个生意人买去，伊干那安尼赚100万美金，有够赚无？真够赚。但是重点毋是伊够赚，
咱想看卖，全世界唯一的就是遮尔宝贵。请问，在座各位恁兄弟姊妹，你是毋是全世界唯一的？既然你是唯一的，上帝的宝贝，你父母心肝中的宝贝，你哪会使看别人无？咱爱看重家己，嘛爱看重别人，所以毋通骄傲。所以圣经雅各书4章第6节嘛讲，上帝阻挡什么人？骄傲的人，赐恩予什么人？谦卑的人。所以第2项，毋通骄傲。第3项，毋通起圣地，毋是毋通起圣地吼。圣地是以色列迄个所在吼，毋通起圣地，大家拢听有。起圣地就是哪？生气发飙。我想我进前伫我的阿姨个别礼拜的时，我有提起。我的阿姨伫这后壁迄个所在，甲我讲：“哎哟，准如也会发脾气。”拄迄边开始，我就定定想讲，我袂使发脾气，袂使发脾气。甲当嘛是安尼，但是发脾气有当时也无对别人发脾气，却对家己发脾气。我是安怎会惊去忧郁？是因为我对我家己发脾气。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其实圣经嘛安尼甲咱讲，咱大家拢真正哩清楚。所以咱定定拢会晓讲一句话。爱紧紧来听，然后咧，慢慢啊听，慢慢啊生气着。紧听，然后要慢慢啊生气。但是后壁无讲上好莫生气。我伫遮讲的是毋通生气。虽然咱伫咱的生活中间会拄着真侪无顺，也是人互你无欢喜的代志，但是爱小思考者，对方迄个人就是你要帮助你成功迄个小人，所以你要感谢伊。所以第3，毋通生气，毋通发脾气啦吼。讲生气其实是会使生气，咱心内无欢喜会使表现出来，但是。生气迄个讲了，咱台语讲较迄落啊，叫做起性地啦吼。那起性地时，大家就惊到要死吼。第4项，毋通是啥物？毋通批评，毋通计较。咱伫教会内底，有当时啊嘛会定定听到这批评，这批评迄。即几年我的学习就是，咱毋通去批评人，因为咱毋知伊。拄着什么代志？真侪代志咱毋知，但是咱着咧批评。所以咱头拄仔的经文内底，《哥林多前书》13章内底讲，听是无计较人的歹，无计较人的歹。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特别是我出社会头一摆去上班，我伫国泰信托伫台北车头迄个所在。我的老爸想讲，我的囝伫遮上班，咱毋知安怎，所以伊去看我。我永远会记得是，我的老爸去看我的时，我捧一杯茶互伊。我的爸爸甲我讲，领人的薪水工课工做好，做人道德第一。不管什么人来找你。你毋通看悬无看低，不管什么人来找你，一杯茶一支粉毋通共失礼。这是阮老爸甲我讲的，所以我真正的听话。所以我伫公司上班的时，我绝对是什么人拢一视同仁。所以无必要嘛，是因为安尼关系，所以我的同事大家拢对我真欣赏，所以我会当对办事员做个总经理。但是这嘛无啥物迄落，这拢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不过，我伫迄个所在有一点就是，我真无爱批评别人。咱会使讲人的好话，但是我无爱批评人。若确实要批评人的时，我拢会点点私下甲伊讲。这是我伫迄个中间所学习的。尤其阮老爸讲迄句话：宁可得罪钱，毋通得罪人。
讲到即个，我嘛想到咱伫教会内底听讲道的时，我捌听到一个牧师安尼讲。伊讲伊伫教会内底看到兄弟姊妹逐工来做礼拜，结果其中有一个姊妹，即个姊妹伊真正是好业，逐工拢穿甲足水的，来做礼拜拢穿甲足水。但是有几礼拜，伊看到伊的时，看到即个姊妹拢安尼油头甲面，牧师感觉真正是奇怪，所以牧师就甲伊讲：某咪姊妹，我看你最近是安怎，哪会拢袂笑？即个姊妹讲：牧师啊，我最近拢咧走法院啦。啊，你是安怎走法院？啊，着阮老爸吼留一寡财产啦，吼，阮老爸过身了，为着这个财产，我搁遐兄弟咧相告，拢咧上法院啦。牧师讲：啊，我看你家境遐尼好，啊，你甲伊拍官司，啊，你若拍赢，你会当摕偌济？即个姊妹讲：啊，我小可算大概7、8千万有啦。牧师甲伊应一句：这7、8千万对你有啥物帮助？所以我甲你建议，你明仔载你买遐个礼物，去甲你个兄弟个所在，甲伊讲，阮撤销，无爱搁甲你相过啊，财产拢互你。即个姊妹真是照牧师安尼讲，所以过无几礼拜来到教会，欢头喜面，笑甲安尼。牧师看了伊讲：啊，你是安怎？伊讲：因为阮即摆拢无咧拍官司，而且阮遮个兄弟看了我转去，逐个嘛安怎？好咧甲，因为是安怎？伊无甲阮争财产，所以安尼钱甲财产都一项。阮老爸讲迄句：宁可得罪钱，毋通得罪人。人甲人中间只有若和睦，安尼敢毋是上好诶事嘛？第5项，毋通创啥？毋通嫌东嫌西，毋通怨东怨西，看到啥就袂顺眼，看到啥物人就无欢喜。所以毋通怨东怨西。我最近咧看心理学的册，伊讲，当你咧怨叹啥物人，也是咧怨叹家己，讲我哪会遮歹命，我哪会遮衰，我哪会安怎，我哪会去拄到这个代志？你咧愈怨叹的时，遐物件拢走来你的身上，所以毋通去，你嘛毋通去讲人安怎，因为你讲的这个话拢会转来你的身上。你若开车的时，看人无欢喜的时，你讲迄弄互死，我你讲连物换你弄互死，因为迄讲的话会走转来你的身上。是安怎会遮严重？因为咱知创世纪甲咱讲，这个天地是安怎创造的？上帝创造天地是安怎创造的？咱若讲较白，讲出一支喙，用讲的，上帝讲出来就是话，讲出来就正。那安尼，咱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咱讲出来的话，同款有气力。你讲出来的话，所以咱爱真谨慎，就是咱毋通去讲歹话，你爱去讲好话。所以毋通碎碎念，毋通讲人讲事，甚至毋通怨这个怨迄个，毋通。所以，咱过年的时，毋是干那咱就用牧师讲的，毋通跋筊。甲大家分享，新的一年，咱毋通袂记咧上帝的恩典，毋通袂记咧父母的恩典，毋通袂记咧咱周围这亲戚朋友，甚至这小人因的恩典，因为伊帮助你成长。第2项，毋通骄傲。你偌敖？有人讲我是投资的专家，我甲你讲，我了亿外，有啥物通稀罕？我嘛捌甲大家开玩笑讲，我的名叫做詹俊玉。你嘛会甲写3点水迄个詹，接近的近，亿就是1亿2亿迄个亿，叫做詹俊玉。因为我捌手头的股票，干那迄阵股市还未大波的是12000几点的时，我干那遐个股票就炒到要1亿啊！安尼是毋是詹俊玉？但是真紧就无去啊！真紧就无去啊！因为是安怎？这间公司的头家把钱拖去大陆，我也会记得，伊叫做陈友豪。我钱伫伊遐，但是这几年中间，我一个真大的体验就是，咱的生活中间，圣经甲咱讲安怎？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通吃有通穿，
你就会当知足。我最近甲阮遮个同事，也是我的较早的同学，若有机会甲因斗阵的时，我拢定来甲因讲一句话：我足替你烦恼的呢。阮遮个同学讲：你替我烦恼啥？我替你烦恼，你遐钱开袂了要安怎？敢毋是？钱足多啊，开袂了，所以我即摆拢想办法替因开。我拢替因开，我拢招因来奉献，做上帝的工。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当时啊想讲，咱敢有遐敖？无，咱的生活，咱的一生拢是上帝甲咱安排。咱会当倚靠上帝，就是咱的信心。当咱若有信心的时，就爱有行为，就爱有行为。所以我定定讲，知影无效，知道毫无价值，做到价值连城。咱伫教会内底看到兄弟姊妹拢讲平安哦，平安哦。咱先问看，你有平安无？我伫犹豫迄几年，我拢无平安。但是对2018年到今，我逐工拢快乐，真正的平安。感谢上帝，这是我信仰的过程。伫2018年进前，有7年竟然的忧郁。不过感谢上帝，咱对上帝予咱的一切，咱献上感谢。咱人每一个人拢是平等的，咱无需要骄傲，咱嘛无迄个理由对别人来发性地，所以咱嘛毋免去批评别人，嘛毋免欣赏别人，咱嘛毋通怨东怨西，嫌东嫌西。所以伫咱的新的一年内底，恳求主，互咱有迄个智慧，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对听到道理、知影道理，咱开始做道理。当咱若会去做这个时，咱得到上帝所授予咱的，咱就有法度去甲人传福音。咱会当传福音，毋是出一支喙，是人看到你是世上的光，你带来平安甲喜乐的时，人会欣赏你，你就会当传福音。所以有人讲传福音有困难无？咱拢讲传福音足困难的，因为你甲讲啥，伊拢听袂落。但是当伊若欣赏讲你是安怎会安尼时，我要甲你共款，我嘛要信耶稣，那安尼伊就会当得到救。所以我想，咱伫咱的世间一生的中间，偌久咱毋知。我即嘛嘛毋捌去想讲，我当时会死。我敢若知影，我母也交代，毋通比我较早死。所以，咱伫新的一年，咱将咱的一切交托伫咱的上帝。咱服从顺服的主。最后，我要甲大家讲，其实咱中国字真趣味，这2字咱大家拢讲为爱，叫做啥？幸福、幸福这2字大家拢知，但是幸福这2字要安怎会当得到幸福？你甲想看觅，幸福的幸要安怎写？上顶头是啥？10字架，敢毋是？所以，只要你若想要得到幸福，10字架就是上帝的疼放在头前。你做啥物代志，拢用疼心做出发点，你会感觉真正的幸福。但是福安怎写？福的正评是一口田，一口田。一口田就是表示讲，你有田，就是会当种作，会当种作，你就有物件通食，有通食，你就会当活着。但是你会当活着的时，你要安怎会当有福气？最后用弥迦书6章8节安怎讲？世间人啊，耶和华对你要求的是啥物？行公义、好人民，然后呢，甲你的上帝三角行。上帝是啥物？上帝是疼，上帝是爱。阮大哥厝内迄个人写互伊的墨宝，敢若12字。上帝是爱，爱就是给，给就是福。你要得到幸福，用疼诚做你做任何代志的根据。所以，咱有上帝互咱疼，咱绝对有平安有喜乐。咱三个来祈祷。听人，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会听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
恳求主你也互阮有智慧，伫阮的一生的中间，阮会当活出主你所欢喜的。因为你甲阮讲，阮嘛是世上的光，这个光要诚侪人的帮衬。新的一年，主你因带带领，互阮所做一切，拢会当用神益人，伫咧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这是咱三个来唱回应诗，信诗第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起立吟全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台，论主极大的荣光，以及伊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予我心安咸知足，野花芳花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若想若有滋味，世间大项所望，拢总甲这袂比。我真爱讲这故事，对这首大感激，所以。保我所经过，望恁来的利益。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去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亲像乐器的声，大摆若想若出奇，若讲也若好听。我真爱讲这故事，世人真侪要听。上帝圣经所记载，福音救人的声。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熟悉，犹原那要那嘴答，心无爱听到极，望离眼光的所在，低吟天顶的心，也是纪念这故事，求主仁爱无边。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新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恩你万年苦，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赎罪采用，我卡也爱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限，我的声音予你用，欢喜我路主无停，我献嘴唇来叮当，保传福音来救人，请起立。我的只愿献予你，用出龙潭你旨意，我的在尽你相属，甘愿向你做旗鼓。阿门。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阮一切幸福的源头。你赏赐生命快乐、教育的恩典，爱阮过丰富德性的生活。阮敬拜你。伫这新正年头，阮亲像你悠然会祝福阮感恩教会，众兄弟身体勇壮，家庭美满，出入的平安。阮也深信你已经赏赐橄榄教会有热情、有疼心、有管理的才能、有梦想的牧者，来到阮三甲之地。主，阮献上阮深深的感谢。即马，我要献上阮的金钱才能伫主你的圣工，愿主欢喜接纳。阮安尼祈祷甲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请林顺进长老来做报告。喂，有哈。好啊，咱要报告之前，咱先来介绍两个朋友哈。头一位是迄个恩美哈，恩美在哪边？哦，未婚夫哈，未婚夫哈，来外国人，咱要加一个外国的竞赛哦。嘿，伊的名叫蒋啊 ，welcome 哈，好，请坐，请坐，请坐哈。好，第二位是咱的清洁干事啦，郑阳花先生。啊，拄好我有看伊先离开吼，咱嘛为着咱的清洁员郑先生吼，郑弟兄吼来祈祷，伊还袂信主吼，来甲咱摒扫，摒扫好啊歹？好，搁较好，因带爱来听道理，好不好？吼 ，OK 哈，咱欢迎哈这两位新朋友哈。好来报告哈，下一页哈。咱先感谢站长老、嘉庚教会站长老为咱来讲道哈，感谢，互咱真好分享哈，爱听道嘛都爱传道理哈。第二项咱小咱礼拜煞哈，咱顶礼拜有报告什么人要帮助咱来摄影？李王兄哈，好，所以若是有准备的哈，大家拢穿真水嘛哈，而且哈，要给咱翕迄个全家福照，好不好？嘿，翕好才来当照，好，全家福照哈 ，OK 哈，若有趣味哈，有安排哈，听说来排队来照相哈。好，来小会报告哈，咱聘请主任牧师拄啊大道中间，我已经有先提到哈，咱本来到2月初3推荐截止嘛哈，到2月初3截止咧，只有一位
陈柏志牧师来背后选，哈，陈柏志牧师哈，2月初3号这季哈，陈柏志牧师，咱在多一位无？哦，等下来给咱做门信嘛，吼，啊，再搁在中间讲道，吼，好，所以安尼吼，咱感谢主哦，2月初4吼，顶礼拜透早小会吼，522厝的552厝的小会，咱就有国语接纳陈柏志牧师要来应聘吼，咱感谢主吼，陈柏志牧师伊伫迄暗哦，真暗哦，10点外，因讲因全家祈祷吼。投票多数哈，要来互咱应聘，咱感谢上帝，哈利路亚哈，感谢主哈，感谢主哈，要来受咱聘任，但是哦，2月18后礼拜，毋咱后礼拜吼，咱来听陈牧师要伫咱中间要正式邀请来甲咱讲道吼，迄个下晡1点，吼，要甲咱的中集，甲咱的核心同工、学生同工，包括咱的会友，若是有时间方便吼。咱拢听我来到这中间，伊要甲咱来做迄个座谈会，牧师你嘛伫咱中间，安尼好无？吼，后礼拜听牧师的讲道，个下晡1点，甲牧师的座谈会吼，邀请咱参加吼。来3月初5到3月初6吼，台湾新人院有举办迄个新学生这个生活营的体验吼，详见公布栏，咱听我家己去看。好，来下一页。好来这是咱整个咱过年吼，咱的全职的干事，包括咱的管理员上班的时间吼。好来管理员当时开始上班，明仔载，哈，管理员呢？管理员咯，阿坤吼，咱的迄郭大哥吼，明仔载就开始上班吼。伊上班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8点到下晡时，伊就下班啦，暗时就吼。12号吧，拜二哈，12号，13号，全职同工 ，OK， 好 ，OK， 好，下边哈，第下边这个所在哈，好来，咱来专辑单工休困到2月14号，好，15号、16号才15号开始上班哈，好来，这个互咱来记录来看哈，好来，2024新年恭喜祝福你哈，好来，咱请哈，咱过去咱。拢会牧师礼拜三伫门口会甲咱发礼物，对毋对？咱今有礼物无？有，我已经摕到哈。嘿，来，麻烦我们同工协助发一下哈。来，这个不用选啊，每一张都不一样。内底有一个，就一人尽快把它发下去。礼物哈，还有3楼哈，麻烦一下。礼物摕到了后，内底哈有一个小礼物啊，还有一个什么呀？经济卡哈。嘿，来，经济卡来。跟你旁边的人分享，读一个，你领到什么圣经节来？好，上帝对你讲什么话？来，咱互相来祝福一下，来，互相来分享一下，哈，1分钟，互咱1分钟，好，嘿，互咱1分钟，咱小咱要来唱歌，咱做小咱要来唱歌，哈，嘿，我摕到的是我的稳定教育理念，吼，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软者的时阵。会当显得更加完全，所以我更加欢喜来看家己的软者，会当和耶稣基督的能力，更加来帮助我哈。什么？好 ，OK。台顶嘛有吧？台顶。好。咱的摄影大师吼，伊临时发现讲伊的锁匙哦，放伫车顶无扭起来，所以伊即摆交给举锁匙吼，小等咱若等伊一下，伊原来讲，伊毋是要落跑啦吼，嘿，去举锁匙吼。拢有摕到礼物无？有。好来，咱即摆做伙徛起来，好吧？起立吼，咱要唱歌台语哦，吼。唱歌的一咱互相唱祝福好无？吼，最后我要带咱来做祝福祈祷吼，来。行过大街小巷，每一日来开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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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兄弟姊妹好无？好兴甲咱教会，当心伊敬拜，应要归乎上帝，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辛苦救主耶稣，车做天白行人，靠着信心开力，也过试炼磨练。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祝你得着稳固，生命充满喜乐，开阔你的世界，勇敢传播福音。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阿门。这是咱要三个来唱上英的诗歌，信息纸咱要听。金句我未读，金句我未读。哦，金句我未读。来，请咱再进来。所以只有信心，那无行为是死的。雅各书第2章17节，咱个来。所以只有信心，那无行为是死的。雅各书第2章17节，这是咱送来上音煞，请赞助长老来接导。哦，罗天白万好风愿，观念嘅大灵爱交争。哦，罗耶稣向我罪犯，为我中保将你万关。哦，罗信心感化罪灵，修赎连连恩惠的心。哦，罗信被信加信心，三位一体，即是即君。哦，咱要为上帝，阮要摆伫你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新的一年，阮交托伫主里，恳求主里的慈悲怜悯，甲阮三甲地的主耶稣的救恩，甲阮三甲地的，由阮互圣神成做阮的帮赞，伫阮所做一切，会当荣耀你的名。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拢常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请坐，麦岛闭会，请咱彼此祝福。